程秀俊關鍵時候為澳門攻入致勝嘅入波，最終加時4-3擊敗巴林，攞到今屆首勝，以第13名完成賽事。今次嘅我哋澳門隊去到哈爾濱，我哋係半個主場，因為所有喺嗰度睇緊嘅現場觀眾都係嗌澳門隊加油。咁我相信，如果個主場係喺澳門嘅時候，嗰個澳門隊加油係用廣東話嗌出嚟嘅時候，呢個我相信係澳門好值得驕傲嘅一件事。咁所以想唔想澳門有呢一個主場？好想。哇！簡直係超激動，係全場都好激動，即係我直情係隔離有另外個媽媽，我哋簡直想攬住一齊喊，即係佢哋好辛苦啊！真係打得，佢打冰球以嚟，佢係個夢想之一就可以打到亞冬運，佢打到啦。我哋好多年輕嘅球員，佢哋係冇打過真正一個冰球嘅 game 嘅，即係可能之前係冇 checking 嘅，冇 contact 嘅，咁就其實係屬於一個另外一個運動嚟嘅。年紀大或者好強壯球員撞低過啦，好快咁企翻起身，繼續去完成翻自己防守嘅崗位。咁喺嗰一刻嘅情況，喺我哋眼中佢就係已經係一個冰球運動員。為備戰亞冬會，隊員們下班放學後到珠海、深圳等地冰場夜訓。受客觀因素影響，澳門運動員缺乏訓練和比賽環境，想要保持競技狀態較為困難。曾經澳門蛋都有一個標準溜冰場，接觸冰球嘅時候就執咗啦。都有幻想過將來有一日澳門都有一個標準溜冰場嘅，但係都相信呢個都係好耐之後嘅事。我哋喺第幾名啊？13名啊！如果佳景呢個冰場喺度呢，我相信我哋應該係可以同印度啊、同新加坡呢啲隊伍係可以去較量下嘅，亦都好大機會，我覺得我哋係可以去贏。早排呢，我哋都登新聞澳門青少年計劃嘅，就係吸引 U8 至 U12嘅小朋友過嚟，即係希望佢哋接觸冰球啦。但係到而家好似都冇消息。一定要講多謝咯！練波走去大陸練，然後練完波又走翻去咁樣，跟住點幾2點鐘，咁樣經歷時間2年。每一次嚟練波嘅時候，我都見到人才仔仔嘅。打完都10點幾，翻到去都12點1點幾左右咯，搞埋都2點瞓，7點起身。知道澳門嗰邊都冇咗冰場，每個星期都要咁樣過嚟咯，即係都要花個零鐘時間，完咗之後仲要趕山關，都辛苦嘅，但係都係熱愛咯。堅持唔到繼續一個運動，並唔係因為佢自己，而係佢哋都覺得慢慢呢個運動好似式微啦。咁呢啲唔係講緊1-2個，可以係一條完整嘅澳門隊咁樣，係好有實力嘅。如果真係好唔好彩咁樣冇咗的話，可能自己要去第二度，可能香港啊 join 佢哋嗰啲班咯。希望日後有翻一個正規嘅冰場。我覺得個人實力我哋係冇比其他隊差嘅，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哋冇機會喺平時練波時間練我哋戰術啊、走位。其他地區嗰個冰球發展係好好啊，戰術啊或者訓練啊，唔係我哋早嗰幾年去見嗰啲嚟嘅。除咗我哋努力嘅天賦以外咧，有好多我哋不可控嘅情況咧，就真係發生咗，咁而令到我哋同鄰近地區啊各樣嘢都係拉個差距越嚟越大咧。我哋冇能力，始終運動都係講緊傳承一樣嘢。咁我哋留翻啲咩俾年輕嘅咧？真係屬於我哋自己嘅經驗咯。依家嘅狀況係相對嚴峻啲嘅，雖然以前嘅冰場係細啲啦，但係始終都係澳門自己本地有翻一個年輕嘅球員，可能兼顧唔到學業，咁佢哋就練習少咗。以前係得個細型冰球場，但係都可以維持到基本嘅傳球技術或者其他技術嘅。咁但係而家連個細型嘅冰球場都冇嘅話，咁就呢樣嘢更加練唔到啦。同埋臨比賽之前，可能去深圳一啲比較正規少少練過1-2場，咁變咗對佢哋嘅比賽嘅表現，我覺得都係爭啲咯。之前初上嚟嘅時候咧，其實家長都 keep 住嘅，有8-9成人咧都會上嚟呢度練習。
咁但係慢慢就會知道，我哋上呢個交通時間最基本低消，你都要個半鐘。練習之前嘅食飯係真係買個飯盒坐埋一邊，用10分鐘去扒完個飯，連休息嘅時間都冇，就已經出去練習咯。練習時間仲要夜咗，係要等呢個商場啲人走晒啦，先輪到佢哋練習。小朋友隻腳又大得快，可能嗰對鞋買咗翻嚟半年，佢上嚟練波都冇3次，已經唔啱着啦。咁但係你會令到佢哋卻步，唔願意再投資嘅。而家連場地都冇，咁你變到啲家長想唔放棄都唔得。初初搬過嚟，大家都有啲熱誠，聽到我哋冰場好快整得翻㗎啦。咁同埋澳門政府話會起個冰場，咁但係而家呢一啲消息令到我哋自己都好沮喪。係啊，連小朋友都好沮喪。玩咗6年嘅運動，你話放棄咩？叫佢參加其他運動咩？我自己又接受唔到，小朋友都接受唔到。澳門嗰個冰球場停止咗運作之後，其實澳門冇再搞聯賽，有好多客觀條件下，因為即係本身上嚟呢度練習嘅人都少咗啦。亦都當時有啲限制，就係澳門以外嘅地方唔可以搞聯賽啦。咁所以係連本土嘅聯賽都冇。咁亦都見到好多人流失。咁我哋自己幾個家長都有個諗法，就係我哋可唔可以咧，就係連埋總會一齊，我哋會有一啲嘅合作，就係喺呢一度咧就辦一個嘅冰球比賽咧。咁我哋都膽粗粗，球員係自己交晒所有嘅報名費，咁就好多背後嘅安排嘅工作，咁家長會提供好大嘅協助。咁當然冰總嘅職員啊，亦都提供好多嘅協助啦。咁去到最尾咧，就大家咧齊心合力嘅時候咧，喺度咧就打咗1日嘅比賽。咁嗰一日嘅比賽咧，我哋同一時間咧係喺度咧見翻50-60個冰球員。自從街景冰球場即係維修之後，我哋未試過同一時間見50-60個冰球員啦。我哋係由8歲到18歲，全部人一次過歸位，即係嗰個感覺似係咩咧？似少林足球，大師兄、2師兄、3師兄，大家一齊歸位嗰個感覺。我覺得呢個感覺好好啊，亦都睇到咧就係呢一批人咧個熱誠都仲喺度。同高峰期去對比，少咗幾多人？少咗99%嘅人。最高峰嘅時候，一個年齡組別可以係去到30人至35人，2-3個咁樣上嚟，仲要搭埋成人啦，或者一啲U18嘅哥哥去練。U18都走啦，大家要去讀書啦，得翻成人去打嘅啫喎。咁你成人等呢啲人上嚟嘅時候，下面完全斷層嘅話，係咪啲老將可以打幾耐咧？呢個係一個團體運動嘅時候，你就要一批人一齊去集訓。咁坦白講句，我個仔或者係佢幾個比較 close 啲嘅冰球朋友仔，佢好有呢個熱情。係唔係隔咁多年，下邊咁多代嗰度嗰啲年青人都會有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夾硬湊一隊球隊出去打波，你12歲湊14歲咁樣去打人哋 U16嘅，咁已經唔係一件嘅好事啦。冇錯。嗱，我個仔18歲啦，咁佢而家首選係去加拿大，因為嗰度多啲機會出去打冰球咯。將來練好咗係諗住翻嚟代表澳門嘅，即係可以提高翻澳門嘅水準或者。如果澳門有個標準嘅冰球場，會唔會影響佢選擇？會，絕對會。廣東省嗰度咁都有人係邀請佢入去佢哋嘅省隊去代表佢哋一齊去打波嘅。教練就知道澳門係即係冇冰球場啦，知道佢哋好想發揮自己啊。但係我個仔同埋有幾個球員都唔肯咯，因為佢都想最終代表翻澳門咯。擔唔擔心因為冇冰球場，真係澳門會冇咗冰球隊？都驚㗎。球員嘅堅持都會有一段時間都會有嘅，但係球員都會年紀會大㗎嘛，咁變咗斷層嘅嗰個問題再更加嚴重嘅話，真係會冇咗，咁我就覺得好可惜咯。過去3年咧，係冇一啲咧呢個年紀層嘅人咧會喺度打，甚至乎之前咧呢個年紀層嘅人咧開始喺度打都好啦，因為要上嚟珠海呢度太困難啦，其實真係冇辦法堅持，下邊係完全斷層咯。呢個係我哋作為一個睇住小朋友喺冰球入邊投放咗咁多年嘅時候，我哋最擔心嘅現象咯。我最擔心未必係自己嘅仔，最擔心係成個運動上面嗰度嗰個發展。上嚟成人隊打到嘅，仲有一班14、15歲嘅，咁變咗佢哋，如果嗰班都上埋嚟之後去出埋讀書，咁之前去讀書又唔知翻唔翻嚟，或者翻唔翻得切嚟，咁搞唔好就可能嗰班走埋就冇啦。打咗咁多年都冇理由依家放棄啦，尤其是依家少人打，代表澳門打冰球，咁繼續堅持都係值得嘅咯。可能傷咗啊，傷到係打唔到波嘅情況下，先至會放棄咯。打到幾時啊？打到唔俾我打咯。有好多都由細細個開始大打。係啊，有幾好彩而家有一組就都係即係細細個開始大咁，佢哋都。今年佢哋走咗，我都唔知點算。過多2年就
仲有幾個14、15上埋嚟之後都冇人。新一屆嘅政府，我哋好希望將呢一個嘅議題重新攞翻出嚟咯。即係我哋其實都唔係好掌握究竟而家最新嗰個狀態係點。就希望澳門可以體恤下佢哋咯。只要有個場地嘅話，咁我哋都可以去譬如吸引啲新血啊，搞青訓啊，係嘛？搞本地聯賽啊，或者一啲自己俾錢嘅自己玩嘅聯賽啊。大家都有一個好嘅場地。好嘅社會氣氛、社會環境，呢個係最重要。我哋嘅球員又好，或者我哋澳門嘅運動員，先會互相去扶持，先會去為我哋日後澳門整個嘅運動發展去付出努力。我哋去人哋嗰度比賽，點解我哋唔諗下我哋將人哋帶嚟澳門呢度比賽呢？體育之城係咪淨係啲 NBA 嚟到澳門做體育之城呢？我哋可唔可以喺澳門去出一啲嘅活動，讓澳門變成一個體育之城呢？我相信呢一個咧係我哋澳門人會好希望見到嘅嘢咯。希望我哋社會啦，可以為我哋冰球運動員又好啦，即係呢個冰上運動啊，所有運動可以做多一啲嘢。咁其實佢呢啲大型國際賽事係有規定嘅，你一定要有一個標準嘅冰場，你先可以參與。咁澳門係冇啊。咁所以佢一直以嚟都只可以參加亞洲嘅賽事，或者某啲國家辦嘅地區賽事。好啲幸運啲嘅，仲喺大灣區都仲有得打下。但係好老實，你連場地都冇，練波都冇，你點樣去參加比賽呢？即係呢個係將佢哋一直以嚟嘅努力付諸流水。底下有一個冰球場，咁你有一個商業元素喺嗰度，呢個係一種模式。其實香港好多都係呢個模式，甚至乎呢度呢個場都係一個模式。咁我覺得即係嚟緊澳門仲有好多大型嘅基建，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可能。第二個可能係啲咩呢？就係咧，其實而家咧我哋有一啲叫蒙古包嘅冰球場，你只要俾一笪空地，有足夠面積，其實就可以搭到一個蒙古包嘅冰球場。第三個可能咧就真係咧，你可以喺一個咧運動綜合體嘅地方咧去做到呢個冰球場。曾經澳門蛋都有個冰球場喺度，咁後尾亦都係有一啲即係各種因素冇再喺度。咁所以其實説明咗澳門係有條件喺一個綜合體嘅情況底下，有一個冰球場。如果係規劃得好啲嘅話，我相信咧係一定可以做得到。九場而家係重新規劃緊，做一個市民運動公園啦。咁我亦都相信咧，嗰度係有條件可以起到一個標準嘅冰球場咯。咁啊，除咗可以係俾運動員去訓練，可以去引入一啲嘅比賽，變成呢一個咧就係運動加旅遊，甚至乎咧我自己覺得俾普通市民多一個嘅休閒，多個嘅放鬆嘅方法，我覺得都係一件好好嘅事。做一啲親子嘅活動都係一個好好嘅選項咯。好似今次去參加呢個亞冬會嘅嗰班都係緊腳嚟㗎啦，再加一啲中學生啊、大學生啊，咁樣就都係會有一定嘅一班人喺度啦。希望見到自己嘅仔同埋一班隊友着起澳門隊嘅隊衣喺澳門嘅主場打返一場正式。哇！喂，你咁樣講嘅話，我即係你，係啦，上。成日都幻想會唔會有可能喺澳門有一個大啲溜冰場，澳門冰球隊就喺入邊比賽，只可以幻想咯。暫時，即使我冇能力再打，我都好希望我都係一個觀眾，我喺上邊見到班小朋友大個咗喺度打，咁諗都已經係好感動。打緊波，我哋都唔知咩事咁樣，突然間嚟到咁就排好咁樣握手，原來最尾就係特首嚟嘅。對話邊都有透露過一個冰場嘅發展，完成一個冰上運動嘅有利條件咧，希望快啲咯，見到一啲實質嘅有利嘅環境。